咁多位來賓、各位店家代表、現場嘅媒體朋友仔，大家下午好，歡迎嚟到超市仔之多巴胺市集嘅開幕式現場。我係今日嘅司儀胡希晴 Karani， 大家好。呢個春日嘅午後，我哋相聚喺呢個充滿活力嘅官也街，共同去見證住呢一場以多巴胺為主題嘅繽紛市集咧，都正式啟動啦。希望透過色彩同埋創意，可以帶俾大家更加多快樂同埋正能量。接下落嚟，等容許我隆重介紹一下今日嚟臨現場嘅主禮嘉賓啦。佢哋分別係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和青年部李雪飛部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市政處市政管理委員會譚惠芳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鄭曉敏副局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戴華浩代副局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旅遊產品及活動廳葉永山廳長。澳門青年發展服務中心黃永熙總幹事。澳門旅遊大學管理及專業發展學院毛巧梅輔導員。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黃憲軍副行政總裁。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陳海津副理事長。湘澳文化發展促進會曹湘會長。澳門青年發展服務中心張嘉敏執行總幹事。同時，我哋都非常之榮幸邀請到一眾嘅觀禮嘉賓以及媒體嘅朋友，歡迎大家到嚟。而家我哋將會用鏡頭記錄呢一個美好嘅時刻，工作人員會遞上活動嘅標語手舉牌，亦都請咁多位嘉賓手持牌卡，面向我哋攝影師嘅鏡頭，一齊正格呢一份美好。